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奧然哥哥啊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《月亮的大衣》。一天，月亮突然想做一件大衣，就找了個裁縫。裁縫給他量了尺寸，過了幾天就做好了。月亮一穿，發現太大了。裁縫一看，原來是月亮的身材瘦了很多。裁縫又給月亮量了一次尺寸，做好後給月亮一試，又太小了。原來月亮的身材又變胖了。裁縫說：你一下變胖，一下變瘦，讓我真為難。這樣吧，我給你做兩件大衣，一件大的，一件小的吧。月亮終於穿上了大衣，可是孩子們又不開心了。他們說：你穿上了衣服，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就看不見你啦。好吧，月亮只能依依不捨地脫下了大衣，發出光來。如果你係個裁縫，你諗唔諗到一個辦法幫月亮整一件衫呢？下次見，拜拜。